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是我讲台语，我是等小长。哎呦，试掉！嗨，好，咱今仔日我来，互你看一个咱细汉，你细汉的时阵的代志。哇，抓英日顶悬呢，你敢有看到？你这是啥咧飞？唔知哦，那是鹰仔呢？系啊，有可能是抓鹰哦。系啊，伊啊细，啊就愈细愈悬哦。你看伊安尼飞，你敢知伊安怎飞起哩的？因为你死的时阵，伊遐烧气安尼穿起哩，啊伊就安尼咻咻，啊烧气就会甲伊塞起哩。大鹰足够唱歌哦，唱歌足塞奶的声哦。拜拜，你也大鹰拜拜。拜拜。你讲这台是啥？这台是啥物？是山鸟。哎呦，你会记得哦，伊是山鸟对啊，伊的车边仔有印一个山鸟的头。哈哈哈，真歹势！我要甲大家解一个。其实咱咧讲迄驴头机吼，是讲山鸟啊。山鸟甲山鸟啊是无共的哦，一个是物件，一个是动物。山鸟啊，甲山鸟。我若要知迄种也就会感情无啊咧。落涂骹哦，你落涂骹哦。你看你台是怪手呢。拖拉裤。拖拉裤来啊！来怪手，迄拖拉裤载怪手对吧？因为拖拉裤甲迄怪手载走，怪手已经乌好啊。拖拉裤。山鸟，啊，搁有一种安尼。迄啥？怪手。怪手，你上喜欢怪手对吧？啊，你有看过山鸟无？你看这就是山鸟啊。好，我敢会当摸。你哦，你爱看伊要互你摸无？我要介绍我的朋友。好。啊，毋过山鸟足歹看到的，所以嘛足歹有机会摸会到的。啊，不过我想要食香香的，啊，不过我想要看见我想摸。你每一集拢想要食香香的，大家敢知影香香的是啥？香香的就是董事长听到牛角碗的幼虫会当烘来食，伊就每一集拢要讲我要食香香的，敢对？啊，咱最后，咱再来讲一遍。大鹰，啊，搁有山鸟。UFO 是鹰仔的客语，啊，山鸟的客语咧。沙婆，啊，搁有一个山喵对，讲对啊。大鹰。腰婆。山鸟。塞虎。闪喵。拜拜。